中心信道，你属我命，完全中了存，看你家世，等你所望，和平公义。愿咱真正充满和平公义。咱搁来看一首一首合适，174首。咱唱2节，然后咱来准备安静咱的心，来参加敬拜。好，来看。我心无尽你的心，求你应将我来面，求知我心嘛道理，你话明白先知。第2节。我心无疼痛的心，求你应将我来面，小事也袂拄做日，心事有会变成假。好，无还佫有时间，咱佫唱第3节，来第3节变咱。我心无平安的心，求你应将我来面，世情叫我一个得安宁，世情搅扰，世情搅扰心袂静。第3节，咱佫一摆哈，世情搅扰变咱。我心无平安的心，求你应将我来面，世情搅扰心袂静，踮你是个得安宁。请咱。咱今礼拜就要开始，请大家从手机啊关做震动，还是关机。
通袂记哩伊一切恩惠。这是咱用圣诗第174首，我信无真理的神。圣诗第174首，我信无真理的神，来学罗上帝，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坐，当咱同心来祈祷。主啊，感谢你的保守及医治，使我们在反复无常的疫情中，依然可以同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敬拜。在这个标榜忙碌的世界，直接太容易被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填满，使自己麻木迟钝、过度疲劳，而没有空出足够的时间安息在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改变想法与生活，使我们能每天亲近你。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帝而来。有时我们将你赐予的礼物看成应得的赏赐，所以将财富、时间及资源囤积起来，而不与人分享。其实最终蒙福是为了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因此求主教导我们如何有智慧地管理你所交付的恩赐，改变我们成为乐善好施的人。此时也求主与林药师牧师同在，使牧师的分享进入我们的心中，使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中的真理，并指示通往生命的道路，让我们的生活与主的呼召相称。最后，我们要用主教导我们的主祷文这样说：我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嘛赦免辜负阮的人，毋好伫入遐的迄事，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荣光归圣父上帝，荣光圣行圣罪所为上帝，若地地现在地地，将来也永远地地。当咱做伙来读圣经，《罗马书》第12章第3节。启用。当启用文第57篇
也就是约翰福音第15章。客应文第57篇，也就是约翰福音第15章。显着以后，我来客，请兄弟来饮。我是真的葡萄树，我的爸是种葡萄的，连伫我无国结果子的枝，伊就甲伊种起来。有结果子的枝，伊就在伊修整。互伊结较侪果子。我对恁讲的话，已经互恁清气啊。恁着甲我结连，我就甲恁结连。既无连伫葡萄树，家己袂过果子。恁若无甲我结连，嘛是安尼。我是葡萄树，恁是枝，甲我结连，我嘛甲伊结连的，会结真侪果子。无我，恁袂当做啥物。人若无甲我结连，亲像打气的枝，互人吸出去外面。互人经伊迄落火烧。你若甲我结连，我的话伫你内面。恁无论爱啥物，求就互恁实现。你若结真侪果子，真正做我的门徒。我的爸会因为安尼得到阳光。当咱做伙来读圣经，圣经第罗马书第12章第3节。靠上帝互我的恩赐，我对恁逐个人讲，毋通将家己看伤悬，就照上帝互恁逐个人信心的分量，慎重评价家己。欧罗，当下青少年团契为咱欧罗，他们要唱的诗歌是这世代。愿一切水的歌声，真做芳芳的坐，达到上帝面前。当要为咱来正道的是本堂的林永新牧师，伊要正道的题目是
谦卑就是回到本位，将时间交予牧师。兄弟平安。咱真感谢青少年团契，带咱用这世代这条歌来带咱来学习上帝。当咱伫咧面对这个世代，咱嘛看见这个世代有侪侪，互咱看见忧心的事，也是互咱会通看见，就是已经末期已经近，所以咱搁较应该爱安尼时常来倚靠着圣神，互咱真正会通亲像因所献的这个诗歌共款咱对主领受圣神，要来公义上做义望，为着是要来宣扬主的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我满心感谢你，伫你圣的主里，搁一摆帮助阮，互阮会通真正注神看主你。互阮伫逐样的代志，不管发生啥物款的代志，伫阮的身上的时阵，阮犹原会晓时常来注目伫主你，互阮无阁受到遮个搅扰，不管是遮个安尼烦恼的代志，是一寡困扰阮的代志，主阮无阁再将阮的眼神注目伫遮，求主帮助阮，互阮专要来注神看你，来看见主你怎样为阮来排开阮所拄着遮个搅扰以及所有一切艰难的事，互阮会通看见主你怎样为着你家己的百姓，你来为阮来征战。阮也欢喜来将阮家己来交托伫主你，互阮真正会通转来到伫阮信仰的本位，阮无搁再看家己做大，阮要独来弃权，来互主你来掌权伫阮的生命内面，互主你来得到一切荣光，互阮伫阮的日常生活中时常来高举主，来互主你伫阮的生命内面来做主做王。阮安尼恳求祈祷，靠主所祈祷圣名，阿免。谦卑就是转到本位，这是伫咧旧年差不多伫咧10月，牧师捌伫咧分享的中间捌来提起着，迄个时阵捌讲起着谦卑是啥物货？谦卑就是安尼无安尼毋是小看家己，也毋是少看家己，乃是无看家己。谦卑是一个会通来认清咱家己，就像迄个谦卑的焦点，毋是咱家己，乃是迄个焦点是伫咧咱的主上帝顶面。谦卑是看清楚上帝是迄个伟大的，是迄个认清讲咱不过是人，安尼的一个态度。安尼迄款的认知内面，会通来促进，互咱愿意来安尼，咱讲放下家己的权利，转去到伫迄个本位。这就是愿意来放下咱家己的迄个权利，来转去到咱应该徛在的迄个位置的顶面。当时牧师捌安尼用几个面相来讲起着耶稣捌安尼放下死的权利的几个模范，伊捌放下过即个做上帝的权利；第二，伊捌放下得到荣耀的即个权利；第三，伊捌安尼放下迄个生甲死的权利；伊捌为着咱来放下迄个被尊重的权利。所以，咱今仔日要继续来分享谦卑的第二个定义，就是谦卑就是迄个转去到伫迄个本位。谦卑的第一个定义是叫做放下权利。主耶稣为咱来安尼已经为咱成做咱的模范，互咱通好效法。放下权利基本上是一个咱讲叫做较消极的方面。伫咧迄个积极的方面，就是爱转去到伫本位。
徛转去咱家己原底应该爱有的迄个位置的顶面，无徛伫咧应该得到的迄个本位来看咱家己的时阵，咱就会至到咱骄傲。咱必须要认清咱家己的本位是啥物货，才有法度活出迄个应该有的迄个谦卑的迄个款式。圣经伫遐，今仔日咱所领受的经文内底来甲咱讲啊，咱应该毋通看家己安尼过头哦，讲毋通将家己看伤过悬。啥物才是咱的本位？互咱会通安尼用几个角度来去看即个。转去到伫即个本位啊，即个第一个就是迄个本位就是特殊哦，转去到伫迄个本位就是特殊秩序。本位就是咱家己的迄个位置。上帝有伊是一个安尼讲，咱讲伊是一个有特殊的上帝。伫上帝创造内面，每一日的迄个创造啊，拢是有特殊的。当上帝伊伫遐大圣伊只要创造即个地球的时阵，伊是创造迄个地球的规个迄个生活迄个环境，再来创造其他的遮个生物，落尾手才是创造人。伊是照着逐样的即个特殊啊，至到即个受造物会通来安尼生存。上帝毋是大圣来创造人，结果是一个安尼，咱讲混沌吼。四面那个就是世界是一片的混沌，安尼一个安尼人无在了啊。搁迄个混沌有可能内底充满了毒气，但是上帝伊是将即个地球，先从迄个原底本地混沌的迄个世界开始，安尼有路障吼，有地面，搁过来开始有日有月。过来有遮个安尼啊，迄落植物开始来生长，创造遮个动物，互因有法度伫咧面顶生存。上落尾才来创造人，互人会通伫咧迄个所创造的迄个环境内面来得到生存。每一个受造的物，拢有伊家己的迄个位置，每一个位置拢是重要的。受造的万物拢是伫咧迄款安尼特殊的内面，伫遐咧迄个运行。你看迄个宇宙中的每一个星球，因拢有因家己的位置，无乌白乱走，照着家己迄个应该行的迄个轨道，伫遐咧运行。任何一个星球，伊若离开伊家己的本位，就会造成非常大的迄个混乱，甲严重的后果。咱老想讲，今仔日即个太阳，若甲地球，敢若讲太阳甲地球，其他星球拢毋免讲，敢若讲太阳甲地球，即个中间的即个距离就好。若小可较晚一点啊，是小可离较远一点点啊，迄个地球的生物就无法度生存。若毋是去互热死，就是去互冷死。人甲人的关系也有迄个特定的迄个特殊。咱每一个人应该转去到伫家己应该徛的迄个位置的顶面，才是上美好的。若有人离开家己的本位，无徛伫家己的位置，就会带来混乱，甲迄个关系的破坏。所以咱会通看见着伫咧家庭的内面，咱会看见父母安怎对囡仔应该安尼有迄个应该爱有的迄个管教。咱会通看见今仔日即个世代一直伫遐不断伫遐讲人本，伫遐咧讲人本，结果就是甲人一直不断看大，结果父母毋敢管教家己的囝儿，比到遮个囝儿爬去你父母的顶头顶。眼界比敢若迄落咱讲目睭生伫咧头壳顶，直到迄个规个世界就混乱。但是咧，父母对囡仔应该有管教，但是伫咧圣经内面嘛讲起着，
袂通来掠咱的儿女会受气，袂通激恁的儿女会受气，因为迄个应该有的位置，应该有。上帝将咱的儿女交代咱，是要互咱伫迄个中间来伫遐安尼培养，互因会通成做敬虔的儿女，一代过一代，伫迄个中间来接受上帝的施恩祝福。所以，那囡仔应该管教，但是嘛袂使激起伊的生气，滴到安那惊伊来伫遐来累积。同款，咱做儿女的，咱同款伫咧圣经内面嘛同款，爱伊讲起着爱孝敬你的父母，比如讲着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通互你伫上主、你的上帝享受你的地，久长徛起。这是一个大应允，上帝伊大应允的迄个真要紧的一个祝福，甲着迄个安尼讲境界，就应该孝敬你的父母。但是咧，嘛有讲起着伫迄个中间，嘛着应该听境界，是讲看见家己着听趁，管教才会通得到智慧。也就是即个做迄个囝儿的，也应该听趁父母的即个教示、教训。同款边仔同款伫咧即个家庭的内面，一个做丈夫的，爱听伊家己的妇人人。做妇人人的也同款，伫迄中间讲安怎，讲着顺趁你的丈夫。只要有任何一个即个家庭的成员选择骄傲，尤其是伫咧即段经文，伫遐讲起着讲做妇人人的，着爱顺服你的丈夫。所以偌济只爱做查甫的，尤其是一寡无信主的人，摕着即段经文要求伊的妇人人，就应该来顺服伊。但是却无看见伊家己到底伊所做的。伊所行的到底是啥物货？你要做一个丈夫，是应该担起迄个家庭应该有的迄个责任，但是你却无要伫迄个中间承担责任，干那要爱你的妇人人伫遐来顺服你，你徛伫咧啥物款的位置？你将家己看超过悬，低到伫迄个中间，咱选择骄傲。咱无愿意转去到伫咱原地本位，因为迄个做丈夫的，你既然是要做头，就应该伫迄个中间，咱伫迄个中间来成做即个家庭的迄个，咱讲迄个规个，你爱负担起所有应该负的迄个责任。也就是讲，就算讲今仔日妇人人有做啥物款的毋对的代志，你既然是成做迄个头，安尼你爱概括承受。安尼才是一个妇人人，伊是安怎爱来顺服你的一个真要紧的真理。咱若无愿意转去到伫咱原地应该徛迄个本位，就会递到教会、递到家庭的混乱。耶稣是一个转去到伫迄个伊转去到伫迄个本位，一个真要紧，也是互咱会通学习的一个例。伊活伫咧迄个正确的迄个特殊的内面，所以伫咧圣经内面讲起讲，伊伫迄个中间，伊无照着伊家己，伊讲讲伫咧约翰福音第5章30节，伊讲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而我的审判是公平的，因为我不寻求自己的意愿，只寻求差我来那位的旨意。耶稣伊自开始服侍，伊就听趁天父的心意。伊讲爸做啥物货，我就做啥物货；爸讲啥物货，我就讲啥物货。所以耶稣伊伫咧即个特殊内面，伊真清楚知影，迄个伊爱顺从天父的迄个心意。所以伊伫遐，伊无有家己偏颇讲，伊甲上帝做平等。但是耶稣伊嘛无敢若讲，我敢若伫咧即个
咱讲属灵的部分，安尼，伊伫咧属世的部分悠然共款。伊伫咧13岁去到伫圣殿的时阵，伊伫迄个中间，伊伫遐安尼，咱讲伊参加迄个成人礼。伫咧迄个成人礼了后，伊甲着父母应该会转去到伫伊的故乡拿撒勒，但是父母安尼伫咧迄个真侪人的即个安尼规定的人群安尼转去的路上。到第3天发现讲，我的囝儿竟然无伫咧即个中间。因转去到伫圣殿的时阵，伊伫遐，因的老母看见耶稣伫遐，甲着即个经学教师，甲着即个祭司伫迄个中间伫遐咧对谈。伊伫遐真安尼讲，最后耶稣的老母伫遐安尼，伊伫遐真着急讲。我的儿啊，为什么你安尼对阮做安尼的代志？主耶稣伊怎样讲？伊讲，迄落我囝毋是应该伫我的爸的厝，但是伊有讲了后，伊敢因为安尼就无插伊的父母。圣经内面所记载的是，伊就甲因同齐转去到伫拿撒勒，顺探伊的父母，所以。咱会通看见耶稣诚做咱一个真要紧的迄个学习的迄个模范。伊听探天父，伊嘛顺探伫咧即个世间的即个父母。所以今仔日咱做囝儿女，咱就应该顺探咱的父母。这是上帝伊伫咧。创世的时阵，一直到出埃及记的时阵，已经伫迄个中间就已经安尼定着。佮迄个伊的上帝心意，佮是带着祝福的。所以咱伫咧中间，咱会通看见侪遮个家庭出现问题的一个真主要的问题，就是人选择骄傲，离开家己的本位。无论你是做父母的、做儿女的、做丈夫的，还是做人某囝，你一旦离开咱家己迄个原底的迄个位置，就造成家庭的混乱。伫咧教会嘛共款，咱若无徛伫咧咱应该徛的迄个位置的顶面，就造成混乱，甚至崩溃。圣经内面也有提起着一寡即个关系中的即个特殊，包括着迄个主人甲仆人的迄个关系，教会运作的迄个特殊等等，拢甚至是伫咧迄个灵界的迄个顶面的迄个特殊嘛是共款。咱会通看见伫咧圣经内面嘛有讲起着即个天使路西弗伊想要做上帝。伊的路西弗，伊的身上有侪的迄个乐器，侪的迄个真水的装塔，人安尼讲人看伊非常的水，伊也看家己非常的好，伊就伫遐开始自高自傲，伊感觉讲我是伊会通来代替上帝，伊无徛伫咧迄个天使长的迄个位置，伊就递到伊对落。同款，伫咧出埃及的即个中间即个可拉党伊无徛伫咧家己的位置，伊伫遐想讲伊嘛有迄个能力会通好来取代摩西，地就开喙来将因吞灭，因为因伫咧迄个中间因伫遐安尼骄傲，因为因选择骄傲，离开因的本地。地教所带来就是因来灭亡，坠落甲灭亡。第二个即个转去到日本位，一个真要紧的真理就是咱毋通代替上帝。要转去到日本位的即个实际操练，就是咱无代替上帝。代替上帝是咱时常犯的迄款的毛病，咱必须要真。清楚去认知到一个本位就是咱是人，咱毋是上帝。所以，互上帝做上帝，互人做人，
唔通伫迄个中间来代替上帝，就会通咱就提供，亲像讲啊，咱时常来为着即个破病的人伫遐来为伊来祈祷，咱来用即个来做咧。是啥物人医治？当咱伫遐为即个人来祈祷的时阵，是啥物人医治即个人伊的病？如果因无因为祈祷来得到医治，咱会伫迄个中间来灰心无？是讲咱会伫遐担心无？讲我祈祷结果伊的病无得到医好。那医治是上帝的工作，安尼迄个病人伊会医好伊若讲得到医好，毋是咱的功劳啊，是上帝应邀做伫咧即个患者的顶面，敢毋是？就算讲即个患病的人伊无得到医好，甚至来死亡，咱嘛毋通伫迄个中间来责怪咱家己啊。咱的本分就是祈祷。当有人需要的时阵，咱就是为伊来祈祷。因为医治是上帝的工作，咱伫迄个中间只不过是干那来伫遐来唤起，咱会讲咱亲像伫遐摇旗呐喊，讲上帝啊救你哦，上帝啊拯救哦，伫迄个中间来伫遐讲主啊，当救你哦。咱伫迄中间，伫遐摇旗呐喊，来伫遐来，那像讲伫遐来为上帝伫遐来加油。但是迄个医治的权柄，毋是伫咧咱，是伫咧上帝。所以咱伫迄中间，咱的本分是祈祷，医治是上帝的工课。不管人安尼伊有得到医治，是无得到医治，咱犹原爱继续为着咱的即个咱四围咱所拄着，咱的朋友、咱的兄弟。来伫遐为着因的病来伫遐来祈祷。当咱伫遐看见人伊有一寡遮个弱点的时阵，咱时常会想讲伊即个弱点对伊无好，所以咱会想讲要来甲改变。结果咧，结果怎样？咱伫遐看见伊无伫遐改变，结果伫遐咱伫遐心伫遐背白，咱伫遐安尼感觉甲真痛苦，甚至咱的厝内的人嘛感觉伫遐真痛苦。到底是啥物人在改变人？改变人是上帝的工作，咱的责任是改变咱家己。今仔日咱会通看见真侪时阵，有当时。嘛会有人甲我讲牧师咱来去苦坑摸米人，苦坑好无？如果即个人伊的心若无看见伊家己的性命状况，你去甲苦坑，伊感觉讲你甲定罪，安尼迄个苦坑敢有效？但是。咱若看见一个人，伊的性命是需要调整、需要改变，咱应该所做的是甚物代志？咱需要的是将这个人来放伫咱的祈祷内面，时常来为伊祈祷，求主来改变。因为改变毋是咱有法度做的代志，因为迄是圣神做工伫咧伊的心内，互伊看见家己伊的性命的状况。迄个改变才会带出来，迄个改变才会带来医治。如果咱若伫迄个中间，伫遐不断伫遐来甲苦劝，强迫伊改变，伊就算讲伊一时改变，但是伊心无真正改变，敢毋是？所以咱需要尽力，安尼做好咱的本分，就是。上帝做上帝的代志，咱做咱应该做的代志，做上帝爱咱做的代志，上帝伊就的确为咱负责。圣经内面有一个代替上帝的一个真好的例，就是亚伯拉罕。上帝应允亚伯拉罕赐伊一个囝儿，但是安尼。
一年过去，无有任何的代志发生。当阿伯拉罕安尼对安尼70、80岁开始讲到当阿伯拉罕已经要100岁啊。上帝应允，伊伫遐讲起，伊伫迄落因要有得到一个囝。即个时阵，撒拉心内想讲：啊，我的即个下骹手人，迄个我的女婢夏甲，啊，会通为着阿伯拉罕来生一个囝。上帝应允，安尼就算成啦。圣经内面安怎讲？阿伯拉罕听迄落阿伯拉罕伫遐听撒拉的意见，所以夏甲就为着阿伯拉罕生一个囝。但这毋是上帝应允中间的迄一位囝儿，所以也无互上帝来得到欢喜。因为阿伯拉罕伊伫迄中间，伊想要代替上帝，伊无肯定上帝所讲的话，伊用家己的方式来生一个囝，来伫遐讲，安尼这就是上帝的心意。结果带来就是两个民族的迄个久长以来的迄个相争，咱会通看见安尼对历代以来，即个以色列。甲着伊四周围的国家，一直拢是安尼伫咧迄个真紧张的即个迄款的状态，咱就会通看见，人想要做上帝，要代替上帝做代志的时阵，至到的结果就是混乱。咱也时常亲像阿伯拉罕共款。咱领受上帝应允了，咱就真着急。咱希望会通赶紧看见上帝伊的应允会通来得到成就。如果咱也无安尼等待上帝时间，甲着上帝的方式，用着咱家己的方法去行，至到落尾手，咱会看见咱有会拄着侪的这问题。咱会讲，我是好意啊，要帮助上帝。但是你的好意有可能是你的骄傲，至到咱伫迄个中间，咱感觉讲，我都好意期待上帝的即个旨意赶紧得到成。但是上帝的时间，甲上帝伊所要爱的迄个方式，咱却伫迄个中间来曲解。因为咱无顺服上帝的心意，咱来知影是伫咧圣经内面，伊敢若讲，伊讲上帝讲，我的道路较悬恁的道路，我的念头较悬恁的念头。上帝意念高过咱的，悬过咱的意念，悬过咱的念头，所以咱无需要伫咧中间伫遐来帮忙上帝。人若需要帮忙上帝，迄个上帝讲。伊有啥物款的才调？上帝就是上帝，人就是人。上帝伊知影怎样做，伊有伊的时，伊有伊的工作方法。咱只有干那会通甲上帝相共同工。上帝伊是一个无误事的上帝，伊嘛是一个无误事的上帝。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伫咧面对着咱所拄着的侪代志的时阵，咱。毋是搁一解，咱毋是干那一直伫遐注目伫咧咱所拄着遮个困境，遮个搅扰咱的代志的顶面。你注目伫咧迄个顶面，无法度互咱来因为安尼，互你的所拄着的困境，甲你所拄着遮个搅扰的事来刷开。咱只有干那将咱的注目伫咱的上帝顶面的时阵，咱就要看见上帝怎样来拨开你所拄着遮个困境甲灾难。所以阿伯拉罕伊伫咧即个以实玛利的即个事件了，伊学习到一个真要紧的功课，就是上帝虽然伊若亲像也袂帮助我，但是我犹原相信上帝。就算讲上帝伊予我犹原嘛欢喜来归向上帝。
所以后来上帝伊伫遐迄落爱亚伯拉罕将伊迄个唯一的迄个囝儿以撒来献互伊的时阵，伊无搁再照着伊家己的智慧，伊只有干那伫迄个中间伫遐安尼单单伫遐独独遵行顺探上帝的心意。伊就伫迄个中间经历上帝怎样为伊备办迄个安尼要献祭的羊羔。当然，搁较免讲，就是伫咧迄个后壁面，因为伊得到上帝安尼的迄个安尼，搁一届对伊来证实了，伊所得到迄个上帝的迄个祝福，搁较是免讲。另外，当咱认捌咱是人，咱毋是上帝的时阵，咱一个真要紧的，就是咱无抢夺上帝的荣光。咱若去问咱注意的学生，咱注意的小朋友一个问题，咱甲伊问讲是啥物人来互迄个红海分开的？我想大部分的小朋友拢会甲你讲是啥物人？摩西，咱嘛想嘛是摩西，无是啥。但是实际上，摩西所做的只不过是敢将伊所举的迄棍安尼针对迄个海里，互海怎分开去？迄个是啥物个？是上帝啊！上帝伊期待人甲伊同工，但是咱需要认捌真清楚来真在。看见的就是，迄个成功并毋是因为咱，乃是因为是上帝作为。就较亲像保罗伊咧即个哥林多前书内面，伊伫遐捌讲起着讲伊讲我夜整阿波罗压水，毋过上帝互伊大壮。咱必须爱转去到伫咱原底本底应该有的迄个位置，尽咱的迄个本分，因为。咱讲成就是在伫上帝，无在伫咱。当有人互上帝使用，伫咧即个服侍的顶面，有真有安尼成就的时阵，咱必须爱会记得，伊是人，毋是上帝。毋好将人变成做上帝，特别咱伫咧咱的即个规个即个信仰的旅程内面，咱时常会通看见，咱爱真留心，毋通安尼将先知变做上帝。先知有当时嘛会讲毋对话，只有上帝是绝对的。搁较免讲，咱会通看见咱现代咱有真侪遮个咱讲亲像讲迄个医治布道遮个布道家是讲有啥物先知恩赐的遮个牧师，当因的服侍检采安尼真有安尼果效，但是咱爱看见的是因的服侍迄个背后的上帝，毋是看见咱所看见即个人。但是咱看见今仔日伫咧教会内面。有偌济现象是安尼，咱看见的是敢若看见即个人本身，看见即个牧师伫咧伊的祈祷互迄个病得到医治，就安尼将即个牧师安尼捧甲安尼悬，结果啥袂记哩迄个，互伊有即个为人医治祈祷即个恩赐的迄个上帝。所以求主帮助咱，怜悯咱。新业无论大小，拢是上帝所行的。咱只有需要的是将一切荣光来归乎咱的主，咱的主耶稣。因为照圣经内面所讲的，伫咧咱罗马书内面伫遐讲起讲，因为万物拢出伫伊，我靠伊，归伫伊，愿伊得到荣光，直到永远。阿门。所以求主帮助咱会通伫咱今仔日咱所分享的，咱搁一摆来思考，咱有伫咱的所行所做的代志顶面，
咱看咱过头过咱的主无？咱有看人过头过咱的主无？咱有看什么款的咱所看重的代志，比较超过咱的主、咱的上帝啊无？互咱无离开本位，咱搁一摆重新来安尼反省咱家己，咱会通当咱发现咱离开咱的本位，咱唯一所需要做的代志，就是转去到伫咱的本位，搁一摆来甲上帝恢复迄个美好的关系。咱就要看见你的生命有一个无共款的改变，就是当咱当爱到伫本位的时阵，上帝伊亲自为咱征战，上帝伊亲自为咱安尼排比咱所拄着每一项代志。咱无搁再看遮个搅扰咱的代志，看迄个安尼伫遐来阻碍咱的代志，那亲像是一个阻挡，是一个窒碍。咱是要互咱得到成长，因为咱每一摆拄着搅扰、拄着困难的代志的时阵，咱心内就爱伫遐来感谢主、阿罗主，因为搁过来有好的代志，然后好事还在后头，就是上帝的迄个祝福，要搁一摆，搁一个安尼新的祝福要临到伫咱。因为当咱欢喜来伫遐顺探主、倚靠主的时阵，咱就要经历伊一遍搁一遍，一直伫遐来甲咱换新，互咱哪来哪亲像主耶稣共款，哪来哪得到主的迄个国外的生命，咱就无搁再是迄个安尼哪像要死去的迄款的生命，乃是充满了愿望。求主帮助咱。牧师依然有留3个题目，咱好好来伫咧即礼拜咱来想。根据咱今仔日所分享的，什么是谦卑的定义？等于到伫本位吗？我伫咧家庭的内面，咱伫教会，咱伫咧工作的职场内面，有倒一件代志，咱无等于到伫本位。恳求圣神来光照咱，互咱真正会通，搁一摆来去亲像，互咱真正会通等于到伫咱真实的本位，咱无搁再用着骄傲来看咱家己。回头看咱家己本身。第二就是等于到伫本位的即个实际的操练，就是无代替上帝。生活中，咱要怎样来去落实？恳求主圣神，搁一摆来互咱好好来反省，咱有伫咧什么款的代志顶面，咱代替了上帝。咱无搁再诚做迄个审判者。嘛无诚做迄个安尼伫遐代替上帝去做做的判断。第三，咱伫咧倒一寡代志的顶面，咱时常无注意就来离开咱的本位，代替了上帝。恳求主圣神，互咱会通照着咱今仔日所领受的。咱会通好好来去想，当咱伫遐为人祈祷的时阵，咱有伫遐离开本位无？当咱伫遐看见咱的厝内的人、咱的亲朋好友、咱的教会同工因的弱点的时阵，咱有离开咱的本位无？当咱伫遐看领受到一个应允，咱有伫迄中间来离开咱的。本位伫遐着急，伫遐想要来代替上帝，想讲为着要来帮助上帝做什么款的代志啊无？当咱伫咧服侍顶面，咱若有安尼侪安尼会果效的时阵，咱有伫迄中间来将阳光归予上帝啊无？是咱伫遐来将阳光归伫咱家己本身，求主帮助咱，圣神。不断来光照咱，互咱会通伫迄中间好好来想，会通诚做一个主所欢喜的温度，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搁一摆将阮家己摆咧伫主你的面前。主啊，求主帮助阮，互阮伫咧面对着
阮生命内面的各种的处境的时阵，祝阮会晓来学习主耶稣的款式，阮欢喜顺叹，无来伫迄个中间骄傲来代替主理，来抢夺主理荣光。乃是阮欢喜来弃权，互主理伫阮的生命内面来掌权。恳求主圣神不断伫阮心内做工，来光照阮，来催逼阮，引带阮，互阮行伫主理所爱阮行的道路的顶面。安尼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当然，起立来唱圣诗第300首。圣诗第300首，我真感谢你尽诚仁爱，来回应今日所领受的，请咱起立来因转首。我真感谢你尽诚仁爱，你救赎我，你脱向我爱，在我无后悔，逃跑行行，我喜就阮你的新生命，为世事回来，阮来献好，做恁大变者，勇敢行动。少年我对着飞翔人生，那欢喜快乐也听会见。阮的生命做你活者，接受你好调，对吹是你，对颂扬了百姓声，对咱也起来，能够听呀，都鼓出基督荣耀生命，对重视信徒的属我名，我尊重叫做他的感谢，因你所恩嘛和平公义。当咱有缘徛伫用书读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就有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全国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的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当咱要来洗福献，请咱做伙来唱洗福献的诗歌。
耶和华你是天地主宰，各有荣光、威严、能力、甲德性。伊若伫天顶地下，拢是你所创造。耶和华国是你的，万物拢对你来。你互人智慧、快乐、甲性命，想事拢出伫你的手。我的上帝啊，但愿感谢你，学了你极大的荣光。我是虾米竟然会安尼奉献？因为阮伫你的面前是出外人，是寄卡的。阮伫世间的日子亲像影，无通望长长伫咧。耶和华阮的上帝啊，万物拢对你来，阮欢喜将你所赐的献予你。请坐。当然来感恩奉献，请尤佩瑜执事、曾宪明执事来书献。请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上帝，感谢你伫阮生命中所行的工，照着你圣神时常甲阮同在，丰富阮的生命，坚固阮的信仰。即时，我要将你所赐的献出淡薄，做教会事工的路用，求主接纳。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会众请坐。这时候我来迎新报告。迎新报告之前，我来介绍今天新来的弟兄姐妹。林初慧姐妹，林初慧姐妹是清慧老师的朋友。哦，好。哦。好，没关系，谢谢，请坐。还有第一次来的兄弟姐妹吗？好，没有的话，我来报告。第一项，本主日为11奉献主日；第二项，下主日为北区大专事工纪念主日。礼拜后召开主日学教委会，请
老师预备心。第三，各团契请将下一季聚会内容安排交给吴承安执事。第四，7月31日至8月5日下午2点至5点，主日学将举办暑期烹饪品格塑造营，欢迎兄姐参加现在的人数已经达到30多人，如果兄姐还有想要参加的，请尽速报名。第五，2023年度携手爱无限2.0关怀事工已经开始了。该计划为弱势家庭一户奉献500，然后教会目标是100户，请有感动的兄姐关心代祷及奉献。第六，请兄姐尽量加入南良教会兄弟姐妹赖群组。其他团契小组则为个别消息宣达事工之需要。第七，本会许丽云姐妹许甘言执事的女儿考上德国法兰克福艺术大学研究所。请问牧师还有要补充报告的吗？兄弟平安，请咱迄落来迄个第四项吼，注意到伫咧即个暑假要办即个烹饪品格营吼，咱即马伫咧网络面顶的报名已经30几个吼，请咱的兄弟吼，恁的儿女若有要参加，爱赶紧报名，无若真正若是咱讲叫做逼到吼。安尼咱就叫做相偶了吼，所以赶紧的报名，因为即马所有报的，咱的会友的囡仔真少，拢是会外吼，这是一个真好的宣教的机会。咱嘛真感谢主，有安尼透过即个烹饪品格营吼，安尼迄落有遮尔侪遮个安尼，咱毋是咱会外的遮个兄弟因欢喜将因的儿女送来到伫咱的中间，咱嘛求主来祝福伫咧即个品格营会通做好的工吼，互遮个囡仔来到伫咱的中间，会通安尼有真好的朋友来塑造因有真好的品格吼所以咱嘛请咱的咱家己兄弟子弟吼。若有安排，就赶紧的报名，毋好等到已经时间吼，安尼已经咱讲人数超过的时阵吼，咱要报名就袂赴吼。咱嘛真感谢咱的青少契伫咧即届即个品格的塑造营吼，安尼因开始咧筹备吼，因昨吼青少契安尼有安尼伫遐开始做安尼。制作第一道菜，听讲真好食，嘛真香。咱的遮迄个诗班咧练歌的时阵拢有听迄个安尼闻到遮个香味毋知有食着无？无人试食着。恁无安尼赶紧讲迄个练歌刷怎啊亲像苍蝇共款安尼拍过去安尼，咱真感谢主吼，咱青少契伫咧即届要诚做迄个真好的即个安尼，咱的主日学左右手吼，因嘛有要伫咧即个品格营的进前因嘛有要办一个退休会特别是专工为着即个品格营吼，因有要做安尼前期的一个即个训练嘛伫咧中间因有伫咧安尼迄个退休。咱讲退休会伫迄个中间互家己有受到真好的造就，咱真感谢主。一个就是过来，即个携手爱无限，请咱兄弟咱开始来关心吼，咱的教会目标是100户，咱要关心遮弱势家庭，1户500块咱嘛已经顶礼拜开始就已经有兄弟开始咧为即件代志来奉献咱目标是安尼100户，请咱同心来关心即个事工。要伫咧咱的教会即个说教主日的时阵，咱要有一寡活动来安尼关心遮个弱势家庭。过来就是伫咧第6项的迄个部分请咱兄弟，你若是即马你的手机有伫咧你的身上真正，你来看你家己的 LINE 内底
有教会的兄弟姐妹的即个群组啊无？啊，如果若无，你的边仔的会友伊有参加伫咧迄个群组的，你请伊邀请你加入即个群组，因为国怪7月份开始，咱所有教会的即个统一的即个消息所有的即个消息，只有干那对兄弟姊妹的即个迄个群组来发。包括咱的这个做礼拜直播的这个连结，都只有在这个群组，我们不再用在其他的群组，因为这个群组，咱其他的群组，亲像讲妇女团契，咱的少年团契等等这个群组，咱就无要搁搭伫迄面顶，遐做其他的因各团契，的这个要宣达的这个事工的需要，所以咱。国怪7月份开始，咱就无要搁迄落安尼伫咧其他的群组来普文所以请咱兄弟尽量加入咱的兄弟姐妹群组。若确实伊也无伫咧内面呢，你也甲邀请入去安尼时阵会通互咱的即个教会其他的群组袂一直伫遐死板嘛，搁一摆唤起咱的兄弟若无迄落。真重要的即个代志请咱唔通铺迄个早安文或是长辈图请咱莫铺遮个，因为咱教会消息其实真济所以莫搭一寡遮个造成迄个咱兄弟的困扰，因为你会发现讲你的手机一直伫遐咧叮咚叮咚叮咚，足吵的所以咱干那铺咱要紧，咱需要公布的代志，安尼就好以上特别的迄个补充对，搁一人歹势，这真要紧。咱的礼拜煞伫咧咱的招待道的迄个所在咱真感谢主，迄个碧光长老的查某囝亚荣安尼生一个可爱的安尼查甫孙伊要甲咱同齐来分享因的快乐所以伫咧即个招待道遐有准备一寡要来甲咱兄弟分享的以上。当咱做伙额头来祈祷，上帝啊，你对我们何等慈爱！你牺牲独生子儿子来救我们，树立一个谦卑顺服的榜样。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什么是仆人式的领导，帮助我们寻求你的方式，而不是靠自己的方法，想要借着服侍他人来服侍你。因此，求你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真诚爱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时，我们要为南洋教会来祷告。求主在我们筹备建堂的一切相关事宜时，定睛在主身上，无论在统合意见、资金的筹备以及其他种种的困难，都能依靠上帝的大能一一克服。因为在人所不能的，在上帝凡事都能。而教会里有许多弟兄姐妹，或是在身体上有病痛，或是在心理上有忧虑，或是在经济上有困难，还是有无法说出口的烦恼，都求圣灵帮助。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我们得救在乎盼望，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持续仰望耶稣基督的救恩。在暑假主日学将举行烹饪品格塑造营，求主与每位参与的同工同在，并且我们特别要为负责的青少期们来祷告。在求学的过程中，依然愿意献上自己的时间，为主传福音，将福音的种子放入小朋友们的心中。因此，求主让这些青少年们能够同心合意，为主做工。主也纪念他们的付出，保守他们的心，使他们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一切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之名祈求，阿门。阿门。现在，咱来吟祝福诗，圣诗第400首，圣诗第400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
因时线且无需为咱助导。愿主怜爱甲你同在，无论你行所在，愿做所好的心情安宁。甲你分享做的听堂，亲像长老活水，希望无暗暝。唱华语的，愿主的爱你同在，无论你在何方，愿他赐福你心灵安康。主的爱如流水匆匆，与你分享他的爱，在那。全能天父上帝，我满心感谢你，透过阮今仔日对主你所领受的，你搁一摆帮助阮，互阮会通学习主的款式。阮无搁再看家己最大，阮要独独来安尼学习主的款式，弃权，互主你伫阮的生命内面来掌权，互你伫阮的生命内面来带领阮，引带阮头前的路站。互阮伫咧，不管是伫咧拄着恶担当的事，拄着任何搅扰，主阮犹原继续注目看主你，看见主你怎样为阮来排开所有一切的艰难困苦，拢无搁再成做阮的搅扰，乃是要成做对主你要对阮的迄个祝福。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诚。高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调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堂，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伫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灭道避讳。